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亞力斯，歡迎嚟到深夜電台。咁首先呢，為大家介紹一個地藏王菩薩嘅滅定業真言啦。咁就係 Om Bola Morning Calling Soha，Om Bola Morning Calling Soha。咁呢個滅定業真言呢，可以將天災化小啦、貧窮化為吉祥啦，將唔好嘅嘢呢咁啊帶走，將好嘅嘢呢咁就留喺自己嘅身邊啦。咁我哋有一套佛具嘅，咁暫時呢，我哋應該遲啲唔會再整咁完整嘅一套佛具噶啦。咁暫時呢，就得翻唔夠300套。咁呢個佛具裡面呢，有開咗光嘅靈言咒啦，就俾大家為趨吉避凶嘅。咁亦都有一串佛珠，咁我哋見到有一張地藏王菩薩嘅卡啦，後面咧就滅定業真言啦。咁亦都有綠色風琴版嘅地藏經，咁係我嚟鎮宅嘅。咁如果你係諸事不順啊，有冤親債主啊，老人過世啊 ，BB 出世啊，或者有諸種唔同嘅問題咧，咁亦都係可以靠個地藏經咧，咁啊幫自己。咁就去改善一下個磁場，或者係幫自己去祈福嘅。咁你亦都可以透過地藏經咧，咁啊幫你嘅屋企人祈福啦，即係好似你嘅父母啊，或者係你嘅小朋友啦，咁都係 OK 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咧，我哋嘅金剛地藏手記裏面咧，有講因果地獄同埋了凡4分嘅。咁亦都有講點樣去念地藏經啦，咁樣。好啦，咁然後咧喺觀塘地藏王古廟嗰度咧，咁就有一個叫做618嘅活動。咁呢個618嘅活動咧就係啦，咁之前秀茂坪就即係山泥傾瀉啦，咁就死咗好多人，咁死咗138人。其實應該咧就唔止138人嘅，應該就死得更加多嘅。咁就有好多冤魂野鬼啦，咁唔肯走，因為好唔甘心啊，無啦啦冇咗條命。咁有啲就支離破碎嘅，咁都幾陰功啊。有啲又冇手冇腳啦，有啲又得翻半邊面啦咁樣。咁就有時會喺度哭泣嘅。咁大家問下古廟個師傅咧，咁就知道啦。咁呢個618嘅活動咧，除咗有派米啊，即係睇下得唔得啦。如果夠就派米啦。咁有派米嘅活動之外咧，咁仲有一班叫做師傅，咁就係去記一記，即係幫一幫嗰啲嘅孤魂野鬼啊，等佢哋就早啲走啦，唔好喺度去受苦啦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即係有少少錢嘅，就可以即係捐少少錢去幫助下啦。畢竟而家都經濟唔係幾好，咁有錢嘅人就走咗，咁有啲人咧經濟都係有啲困難嘅，即係就捐唔到太多錢。咁如果大家想要我哋嗰套佛具，或者咧係想去古廟嗰度捐錢，但係咧你又太遠嘅，咁就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9點至5點咧，咁WhatsApp 翻我哋文書組小姐啦。咁我哋咧係1蚊手續費都唔會收咧，咁樣就幫你去代捐嘅。好，咁感謝咁多位啦，拜拜。好，我哋開始啦。今日係禮拜幾啊？今日禮拜6係嘛？係咯，今日禮拜6，咁都係要開工嘅。哇，咁呢個真係神奇喎！呢個日本櫻島火山持續爆發喎。咁呢個呢，就係今朝早大概就8點半嘅，咁就係持續爆發。咁其實持續爆發呢都幾大問題啊！持續爆發。咁之前呢，日本咪話叫嗰個咩紅樹亮咁走出嚟講話。呢個預言啊，咁就唔關事嘅，即係話冇關係嘅。咁結果啦，叫佢出嚟講兩句之後呢，櫻島火山就爆發啦。咁所以有啲嘢就真係唔係你講兩句呢就話 OK 嘅。咁好似就話有30班機取消啦咁樣。咁我自己呢就去 check 過，7月5號去日本東京嘅機票呢，來回呢。咁最貴都係2000幾嘅咁樣。咁我相信隨住時間越嚟越近啦，可能去到6月中啦，或者係7月頭呢，去日本嘅班機呢，應該就可能有機會降到1000嘅，甚至係1000左右啦，或者係再跌嘅。咁呢個係唔出奇咁樣。咁呢個咁樣嘅事件，嗱我哋睇下佢個地方喺邊先，即係睇下櫻島喺邊度先咁樣。嗱呢個櫻島呢。就喺呢度啦，即係呢個火山爆發嘅位就喺度啦。咁其實之前咧喺熊本呢度咧都爆過啦，即係嗰個咩啊？4月20幾號咧、28號咧，咁咪話有一個叫做嗰個叫邊個啊？靈能者啊，咁就話會有一個叫做4點幾級嘅叫做大地震啦，好似話6點幾級嘅大地震，咁就話成個東京咧都冇晒嘅。咁但係嗰日咧就淨係爆咗呢個熊本啦，咁而家就爆呢個櫻島啦。咁其實嗰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咧有一個比較危險啲嘅問題咧，就係其實喺地殼下面嘅能量咧係揾緊一個位咧係去爆啊，因為而家持續佢都要爆，佢揾緊一個位去爆。咁同埋無獨有偶咧，之前咧有一個YouTuber 啊，咁佢咧就研究到即係大概呢個位啦，係一個好大嘅火山嘅，呢個位有一個好大嘅火山，而呢個咁大嘅火山咧，亦都係將會去爆嘅。咁大家見唔見到咧？即係成條環太平洋地震帶啊，即係呢度啊，即係其實佢成個廊都出嚟啦，呢一條咁樣環太平洋地震帶咁樣。咁之前就爆呢度先，咁而家就爆呢度。咁應該咧就係中央嘅能量啦，下面咧開始又喐嚟喐去。咁然後啦。咁睇下移去邊度啦？咁而家咧就爆咗個櫻島，咁但係問題呢度都有個小火山啫嘛。
即係呢度下面都有火山㗎嘛。咁如果個火山一爆嘅話咧，咁其實就係直隊上海嗰度啊，就直隊上海。不過而家係嗰個時間嘅問題啦，即係睇個時間會係早咗啊，定係可能遲少少啦。因為其實佢爆咧應該就有可能會爆硬嘅，不過就睇下爆嗰個能量去到邊度啦。咁而家就喺英島嗰度爆，咁遲啲就可能喺中間呢個位置嗰度爆。咁如果真係講中咗係7月5號咧，咁都係幾大鑊嘅，因為相傳話7月5號就有2粒彗星咁啊射咗嚟呢個位嗰度，射咗呢個位2粒咚咚，咁然後啦就2條水龍捲咧咁啊衝嚟呢度，咁嗰2條就稱為海嘯啦咁樣。咁但係應該咧就係、如果假設有2粒彗星真係跌咗落呢個海嘅話咧，係引發下面咧嘅一啲能量啊，咁就去爆發，咁啊引致火山爆發。咁火山爆發咧，咁啊啲嘢爆出嚟咧，咁嗰啲海嘯咧就咁樣衝埋去嘅咁樣。咁其實喺香港驚唔驚咧？其實香港就唔驚嘅，因為香港咧頂籠就去到4級地震嘅啫。雖然而家啲樓咧就比較有大問題，咁但係香港頂籠咧就4級地震嘅啫。咁但係如果係咁樣爆過去嘅話咧，首當其衝啊，我估就係上海呢啲啦。即係上海呢啲啦，上海啊、寧波啊、台州啊、溫州啊咁樣喺呢啲地方。咁福建就應該冇問題嘅，我認為。咁點解咁樣講咧？因為咧有人話台灣咧都會受到重擊，咁但係台灣其實應該咧就唔會受到重擊嘅。台灣咧佢有啲小島啊，即係可以幫你緩衝一下嗰個嘅叫做海嘯啦，可以幫你緩衝過去咁樣。咁同埋未必可以真係咁大力量咧就即係殺到去台灣嘅，因為有啲小島又幫佢頂住啦咁樣。咁同埋我記得咧，好似造成海嘯咧要有一啲嘅條件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要殺到去台灣咧，嗰個條件係唔足夠咁樣。咁所以其實台灣幫佢頂嗰啲啦，咁跟住又頂嗰啲啦。咁如果直衝呢度咧，就係我哋熟悉嘅，即係我哋嘅香港咁樣，就係我哋嘅香港啦。咁其實香港去到呢個位咧，都唔會太大陣仗，咁都小事啦。不過咧就尖沙咀嗰啲地方咧就應該大件事啲嘅，但係唔知點解我有種感覺覺得咧，如果真係有種海嘯衝過去咧，未必一定係水災嘅，可能夾雜埋火災嘅，亦都係夾雜埋有一啲嘅樓宇咧可能會冧嘅。我自己本人覺得啦，特別高嗰層樓咧會冧嘅，可能係國金嗰棟，可能係國金會冧啊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咁樣。咁同埋特別高嘅樓咧，佢可唔可以承受4級嘅地震咧？可能得嘅，咁但係如果佢承受唔到咧，咁啊揦嘢。同埋有一啲叫做餘震㗎嘛。餘震先揦嘢，咁其實咧有好多嘅叫做堪輿學家，亦都有好多玄學家話咧，咁今次啊俗稱個收人，如果收唔夠嘅話，咁又點算咧？咁如果收唔夠嘅話咧，咁就會喺一個叫做地震之後咧，仲會有一啲嘅天災。咁嗰啲天災可能就係叫做咩新冠病毒啦，亦都可能有一啲嘅餘震咧咁樣。咁呢啲就有一啲嘅天災。咁佢哋咁樣講啦，即係睇下收得夠唔夠人啦。但係我本人比較覺得係危險少少咧，就係咧震完之後嗰個嘅叫做經濟問題，因為而家任何一個地方咧都受唔起經濟嘅衝擊嘅，即係我哋可能講緊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受唔起經濟嘅衝擊，因為中國而家咪承受緊呢個關稅嘅，咁關稅就話90日後咁啊再計啦，咁咧。其實我哋而家上網睇咧少咗好多嘅叫做小粉紅，咁喺度好囂張咁咆哮咧，就佢哋都知道咩事。咁之前美國就話同中國咁啊簽訂一啲嘅關稅，咁大家互減關稅。咁當時好多小粉紅係好開心嘅，即係話好嘢，美國跪低咁樣。咁其實我發覺咧，美國淨係減中國關稅減到30%，而中國就減美國關稅咧就減到去10%。咁其實美國減中國關稅減到去30%，基本上就等於冇減嘅。基本上冇減嘅，咁其實加關稅由50%起啦，由50%去到100幾%咧，其實就等於唔同你做生意嘅啦。30%咧就係同你做下啦，但係唔會俾你賺，即係等你有啲貨出下，但係唔會俾你賺，係咁樣嘅意思啊。咁啊，所以話係咪貴咧？我唔敢講啊。咁但係美國轉個頭咧就話禁中國嘅一啲嘅晶片，任何地方用中國嘅晶片咧就等於同美國作對。咁你咁樣一講出嚟啊，邊個夠膽用中國嘅晶片啊？即係邊個夠膽同即係你中國 friend 啦？咁另外啦，咁啊美國亦都喺中東地方咧簽咗好多嘅大單，即係 Donald Trump 所謂嘅大 deal 啦。所以其實我哋預計到咧，Donald Trump 咧遲啲咧應該就會繼續係去制裁，或者咧係制裁嘅程度咧係更加誇大。如果喺呢個時候咧再加埋所謂嘅天災嘅話咧，
基本上係承受唔起嘅，承受唔起嘅。咁所以大家話8月之後先至係真正一個大變動嘅開始。其實我覺得未必係8月嘅，我覺得係9月或者係10月先至係大變動。雖然而家就話即係中國嗰個失業率好高啦，裏面好多大嘅問題啦。咁但係假設一個天災撞送去呢啲地方，例如上海啊、浙江啊呢啲咁樣，一時三刻咧嗰個衝擊未必直接到帶到過嚟，係要清理晒一啲淤泥啦、阻塞啦、污糟嘢啦咁樣，即係一啲當屍骸啦咁樣。咁跟住啦，重新話開放翻嗰個市場嗰一刻，先至係真正面對住嗰個嘅叫做天災帶嚟嘅影響，因為你有好多問題要處理噶嘛，即係好似你工廠又睇下可唔可以復甦啊，乜。咁如果你工廠唔復甦啊，一啲商廈又唔得啊，咁一啲商店又索性唔做啊咁樣，嗰陣時咧先至會係真正嗰個嘅叫做反映到個狀況，因為你天災一殺過去，咁佢哋話有天災我哋唔開住，咁但係天災過後咧？天災過後先至係真正反映到嗰個情況，咁同埋多數沿海嗰啲都係比較有錢噶嘛，即係除咗北京啦，咁北京首都就冇得講啦，咁你山東冇乜錢噶嘛係嘛？呢啲啦，沿海地方啦，即係江蘇啊、上海啊、浙江啊、福建啊、廣州啊咁樣，咁呢啲地方咧係即係比較有錢啲啦。咁越入嗰啲就即係新得越入就冇錢啦。咁其實都合理嘅，因為沿海地區咧。你嗰啲貨品可以同全世界做生意㗎嘛，即係可能上海你可以同日本啊咁樣，日本啊、台灣啊，咁甚至係可能去到美國啊咁樣嘅地方做生意嘅，美國、加拿大啊咁樣嘅地方做生意，因為你沿海地方方便啊嘛，或者係去到澳洲，或者係去到後面都得嘅。咁啊，所以其實你沿海地區咧一定係發展得好啲嘅。咁所以如果今次一個天災咧，將你沿海嘅地區咧一嘢就即係審到冇嘅話咧，其實係好重大嘅影響嘅。咁而家其實咧，如果沿海嘅地方我哋見到佢哋嘅經濟唔好咧，裡面嘅經濟都唔會特別好嘅。咁所以呢個所謂嘅天災咧，未必會拎走好多人嘅性命，但係咧咁樣震一震咧，後面嘅一啲經濟嘅狀況咧，咁咪好大鑊啦。咁當然啦，你係全世界咁樣睇嘅，咁你可能震到美國、墨西哥、加州咁樣，咁啊或者係秘魯呢啲咁嘅地方、智利啊呢啲咁嘅地方，咁但係佢哋只要嗰個經濟個實力係有嘅話咧，一樣係可以頂得住呢個嘅叫做經濟嘅大劫。咁美國嚟緊可能會有一個經濟嘅叫做好大嘅災難啦，可能就8月就差唔多會見到嘅咁樣，8月就見到啦。咁所以其實呢個天災咧一嘢打落去咧，係將全世界經濟咧再震一震，震完之後。邊個翻得山嘅嗰個先係真正嘅大佬，翻唔到山嘅咁就唔好意思啦。你講到天下無敵都好，你唔得就係唔得啦。咁啊基本嘢啦，咁就係咁樣啦，係嘛？咁啊對於香港嚟講，你話有冇大問題呢？咁其實我哋而家香港見到都唔會話特別咩嘅大問題啦，因為香港人呢就有錢嘅，即係你不可否認，香港人係有錢嘅。咁但係有錢還有錢，有錢用喺邊度呢？先至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。咁啊，我唔知大家有冇 check 過啦。其實上古呢，喺上古嘅人呢係好少天災嘅，上古嘅人係好少天災啦、地震啦咁樣。係而家呢，先至會話特別好多嘅叫做天災啦、地震啦咁樣嘅事情發生。上古係冇，而家呢，咁啊先會係有咁樣。咁所以大家都要諗下一個嘅叫做問題啊。好啦，咁啊，其實內地嗰個狀況呢，8月、9月就有一啲真正嘅端倪，因為而家都唔係咁多料爆出嚟啊！而家即係你上網睇又話好多人冇嘢做，又話失業，又話中國人唔知去晒邊，又話好多鬼城咁樣。咁其實而家都唔會爆得太勁，但係呢，假設有個天災震一震之後，後尾嗰個情況呢就真係情況啦，因為佢哋嗰個天災之後，佢哋會重新去建設噶嘛，即係重新去修復噶嘛，修復完咗都係咁嘅話呢，咁就真係反映到嗰個嘅狀況啦。咁啊，香港人大概去到9月份左右啦，咁有幾件事可以做嘅。第一件事呢，就係呢，可能就資助下內地啦，可能就資助下台灣啦。雖然台灣冇咩事會發生咁樣，咁啊係咯，可能去台灣去個小旅行輕鬆下，因為到時嗰個情況一定係大家都唔開心，或者呢，係去幫下日本。即係可能話咩啊？話東京成個冇晒啊嘛，跟住個首都可能就移咗去大阪嗰度啊嘛，移咗喺大阪嗰度啊嘛，好似話係，因為大阪都係日本第2大嘅城市嚟噶嘛，咁可能移去大阪或者係大阪周邊嘅地方啦。咁啊，今個6月咧，可能咧依個地方會震嘅，
可能係呢個嘅叫做北海道會震嘅。點解咁樣講咧？咁又唔係有恃無恐嘅，因為我哋都有少少叫做證據咁樣。咁啊有咩證據咧？等陣啊，係啦，稍等。咁我哋將嗰個證據就掹出嚟啦。咦，差唔多去喎。係啦，咁我哋就見到呢幅圖啦。咁呢幅圖係咩嘅圖咧？呢幅圖咧就係去嗰個日本嘅地震嘅圖。咁其實咧喺北海道嗰度咧，佢而家就震得少啦。但係其實之前佢震得好勁嘅。嗱，呢個就北海道啦。北海道佢震得都係比較勁嘅。咁同埋佢震嗰個加侖咧都唔低嘅，即係呢啲咁嘅位咧。咁雖然我哋見到咧好密集咧，就喺東京呢度。咁所以之前講話咩靈能者啊，之前嗰個靈能者啊話咩東京灣咧會有一個嘅叫做大地震嘅話咧，咁唔係冇原因嘅，可能係喂廣告啊，大佬廣告就唔睇佢住啦，因為佢呢度都震得比較密集少少。嗱，呢度又嚟料啦，呢啲地方又係嚟料咁樣。咁就所以其實如果6月嘅話咧，呢個北海道都震得比較強大嘅話咧，咁大家就要小心啲啦。咁點解要介紹呢一個咧？介紹呢個原因咧就係話如果佢有一個比較大啲嘅地震咧，呢度係一定會 show 出嚟嘅。如果你要等香港天文台咧，佢可能 show 得好慢。香港天文台可能會知，但係佢唔敢 show，因為如果而家呢一刻咧，你同佢講話咧香港日本地震，可能香港會受到影響。咁香港咧嗰啲自由行咧就唔會夠膽嚟嘅，佢哋就唔夠膽嚟。咁到時香港嗰個現象咧，可能就冇咁繁華城市啦，亦都可能係有一啲比較大嘅影響咧咁樣。咁所以香港天文台唔會點出聲嘅。於是咧，佢上次淨係話啦，如果日本地震嘅話咧，大概隔6粒鐘就會嚟到香港咧。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皇恩浩蕩嘅一件事嚟咁樣。咁我哋頭先見到啦，嗱而家呢個咧又升上去啦，即係升得比較，即係而家呢個咁啊升得比較勁啦咁樣。當佢越升越高咧，即係嗰個加侖啊，即係佢下面活動嘅加侖咧越嚟越高。咁而家佢咁樣 show 咧，大家可以睇下嘅。綠色點咧就係一啲震動位比較高，藍色點咧就係震動位比較少。咁而家多數都係呢啲咁樣嘅位置啦。咁呢個係英島嗰邊啦，英島啊、熊本嗰度啦。咁呢度就類似北海道嗰度啦。咁我哋睇到其實北海道咧入少少呢啲位咧都有啲綠色嘅。綠色即係其實佢都有啲震動位。咁當然全部都係集中喺呢個東京灣咁樣，喺東京灣。好啦，咁啊喺香港嗰度咧，如果真係 touch wood 發生地震咧，其實我覺得由6月中開始咧可以慢慢儲啦，儲1個月嘅糧。可以儲1個月嘅食糧，由6月中開始，跟住又整啲 gas 啊嗰啲咁樣啦，可能加啲豆豉鯪魚啊，或者一啲乾糧啦，儲1個月就差唔多噶啦。因為如果你全世界咁樣一震嘅話咧，有冇食物可以即時 support 到你香港咧？我哋唔敢講。咁有人話咁大陸會運啲嘢過嚟香港咧咁樣。咁如果中國呢度真係地震嘅話咧？即係海嘯衝到埋嚟咧，佢哋唔知震到幾時，亦都唔知幾時咧，嗰啲食物咧係會復甦嘅，咁所以咧佢哋會搶晒啲嘢食，咁就好少流嚟香港。就算流嚟香港咧，都係好貴嘅，即係可能一罐咖啡，士多買嘅8蚊，七仔買嘅16蚊。可能呢個時候咧，你士多買嘅20幾蚊，七仔買嘅40幾蚊，一罐咖啡都係咁樣。咁你諗下一啲必須嘅食物係點樣？即係可能烏冬啊、米啊、飯啊、蛋啊，有營養嗰啲啊。即係你到時你可以諗下嗰個價格係點樣。因此我覺得咧喺6月中嘅時間咧，就可以慢慢咁樣儲定一啲嘅食糧。係啦，6月中可以慢慢儲定一啲嘅食糧。咁我唔知大家會唔會儲啦，即係我覺得認為都要儲少少嘅，因為呢個消息，呢個政府唔會講嘅，可能真係要去殺到埋嚟咧，咁先會講嘅咁樣。咁但係如果當佢殺到埋嚟就比較麻煩啦。咁不過即係我覺得唔使太擔心啦，都係4級地震嘅。當然有啲地方就可能震得比較勁，但係唔知點解我感覺上咧會有火災啦，亦都即係水災就一定有噶啦，即係尖沙咀嗰啲嘛有水災啦，但我感覺上好似有火災添喎，我感覺上覺得，咁亦都有好多建築物可能就會被列為呢個危樓啦，因為可能震鬆咗某啲嘅基建啦，咁就會被列為呢個危樓啦，咁都危險咁樣。咁但係對我嚟講比較危險咧，就係呢個震完之後嗰個經濟嘅問題，因為我哋而家見到一啲嘅端倪嘅。嗱，恒生銀行咁啊炒人啦，咁每日亦都有好多人就即係有一啲人墮樓啊。最後生嗰個就11歲，11歲吊頸喎，大哥，11歲點解會識得吊頸啊？呢個我唔好明喎，係嘛？即係佢到底係
睇咩新聞啦，由邊度獲得一啲嘅知識啦，細細個就學識吊頸啦咁樣。咁呢個係好可怕嘅，喺教育上面啦，可能喺一個壓抑上面啦。咁然後亦都有好多嘅可能好多嘅負資產，所以其實全世界嘅經濟震盪問題呢，問題就係邊個地方經濟震盪完咗之後可以起翻身。咁如果全世界經濟震盪完咗之後，邊個地方起唔翻身呢？佢就要即係嗰個政府就要面對市民嘅問題啦，即係面對市民嘅追問啦。喂，點解你經濟搞唔掂啊？咁樣咁就即係要面對唔同問題。咁如果當你面對唔到呢，有可能發生比較大型啲嘅事件。咁我哋都見到啦，而家咧有個新嘅佈局，咁呢個新嘅佈局咧，我估計咧就係為下一任嘅行政長官咧，咁就去報嘅。咁我唔知下一任嘅行政長官係點樣啦，但係咧我感覺上咧可能係鄧炳強，可能係一個好強硬嘅人，可能係。咁我諗大概有70% 係一個好強硬嘅人，而呢個人咧喺歷史上面咧，佢都將會留名嘅，因為喺全世界嘅叫做滾輪當中啊，巨龍當中咧。香港有個新嘅變化咧，呢一個人咧一定係要好強硬嘅叫做軍人啊，軍人出身先係得嘅。咁至於你問點解你會咁樣覺得啊？遲啲你咪知咯，過嚟8月你咪知咯，過嚟8月好啦，2026年你慢慢睇到個端啊，2027年咁就差唔多啦，去到2027年尾，大概2028年頭咧，一個全新嘅景象。咁我相信有香港人嘅地方咧，就會有一個希望嘅。因為香港人好勁啊嘛，即係你諗下2日之內可以做咗一大單嘢喎，全世界都有喎，即係嘛，有國際線啦，有咩線啦，又連儂牆啦咁樣，咁即係唔可以睇小香港人咯。好，講到呢度，拜拜。